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香港馬馬頻道。大家都知香港嘅大馬主余氏家族，即係神駒系馬主呢，就好鍾意從南美嗰度引進一啲馬王級嘅馬嚟香港嘅。譬如大家熟悉嘅勇戰神駒呢，就係喺智利度贏咗3場 G1之後呢，宇伯就買咗佢嚟香港參與2021年嘅打比啦，然後就跑第3，接住就喺2021年嘅遮打杯度勝出。咁除咗智利之外呢，宇伯都有從呢個巴西啊、阿根廷度入貨啦。譬如勇猛神駒呢，就係喺巴西贏咗3場 G1之後呢，宇伯就買咗嚟參與咗2020年嘅香港打比啦，就跑第6嘅。接住隔年呢，就贏咗2021年嘅皇太后紀念杯嘅 G3賽事。咁其實好馬呢，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可能育出嚟嘅。譬如呢一間巴西最大育馬場之一叫做 Haras Santa Rita de Sierra， 佢哋都有唔少嘅嗰啲公馬呢係從呢個美國嗰度嚟嘅。咁大家都知美國馬嘅血線呢未必淨係泥地得噶嘛，好似草地都好叻噶嘛，就包括金槍60其實都係充滿晒美國血統嘅。咁選擇從咁遠水路嘅南美洲引進馬嚟香港嘅原因呢，當然就係馬價平啦，特別係啲高班啊、G1嘅馬啦，相對於獎金高嘅澳洲啦，譬如就應該平好多啦。咁南美啲馬價比較平呢，都係因為佢哋賽事獎金比較低啦，通常係經濟唔算好好，加埋美金又強勢，呢幾年好似嗰啲獎金更加低。譬如莫雷拉返到鄉下巴西啦，假如佢贏咗1級賽，你估個總獎金係幾多？咁就以2024年巴西聖保羅舉行嘅1級賽為例，賽事嘅總獎金呢，就係67000嘅巴西 Reals， 即係相當於港紙98000嘅啫。而呢啲1級賽嘅頭馬呢，就淨係分到14000蚊港紙到嘅啫。除咗呢個打比高少少獎金啦，頭馬就可以分到4萬幾港幣，都可以話係非常之卑微噶啦。咁對比翻喺香港呢，假如係5班賽事跑第6名嗰匹馬呢，獎金就係17500蚊嘅，即係仲高過巴西1級賽頭馬嗰個14000幾蚊獎金。咁喺香港5班賽事跑第4名嗰匹馬嘅獎金呢，就係52500蚊嘅。咁仲高過喺巴西贏打比嗰匹馬嘅獎金。咁大家又知唔知道從南美引進啲馬嚟香港需要隔離檢疫幾耐呢？咁我根據香港馬會同埋呢個漁農署嗰啲網站嘅資料呢，咁馬會其實係指定只能從南美洲4個國家進口馬匹嘅，就係智利啦、巴西、阿根廷同埋秘魯。而呢4個國家呢，淨係得阿根廷呢同香港係有直接進口馬匹嘅安排協議嘅，即係話阿根廷嗰啲馬可以喺當地隔離，唔使經過第三方國家就可以嚟到香港嘅。而智利、巴西、秘魯呢，因為同香港就仲未有嗰個直接進口馬匹嗰啲安排協議，所以嗰啲馬呢係需要經過一個已經同香港有呢個直接進口個協議嘅第三方國家，叫做 staging country， 通常就係比較近嘅就會係北美啦，再遠啲就係歐洲，咁經一經嗰度隔離先可以嚟到香港。而阿根廷啲馬係咪唔需要經第3個國家隔離就可以直接嚟香港呢？最終都係要馬會批准嘅。咁通常啲步驟呢，都係呢啲南美馬需要喺佢自己嗰個本地先隔離咗，譬如打晒疫苗啊 check 晒嗰啲 body check 嗰啲 blood test， 通常都搞到3個禮拜噶啦至少，然後仲要去美國隔離1-2個月之後嚟香港再隔離14日嘅。咁前後呢，至少都3個月左右噶啦。3個月呢，話長唔長，但係話短都唔短噶。所以有啲香港馬販呢，喺安排啲南美馬去到美國嗰度隔離檢疫嘅時候呢，都做一啲合適嘅訓練，令到佢哋保持狀態同埋好好咁成長啦。然後等佢哋到咗香港，好快適應到環境，幫馬主交出頭馬。咁既然南美洲啲馬，特別係高班馬啲性價比幾好，同埋又有啲長力根據呢，當然就唔淨係神駒系嘅馬主想買嚟跑打比啦，香港都有其他馬主留意喎。咁譬如相中嘅呂志源先生啦，咁佢就買咗一匹巴西嘅打比冠軍，當然佢個目標呢，就係想贏2026年嘅香港打比。
冇錯啦，匹靚仔馬呢就係伍彭志馬房嘅瑞勝人生啦。咁佢上個月尾啱啱贏咗樂星杯嘅，佢係一出即勝呢就可以贏到2班嘅1600米，相信都係級制馬嘅班數啦。不過呢，翻查翻瑞勝人生喺巴西嘅戰績嘅時候，我發現佢呢有2場一級賽都係輸俾同一匹馬嘅喎。咁就係2024年9月呢1600米左轉嘅一級賽呢，佢就輸咗3.3個馬位。然後過咗1個月啦，10月12號呢跑2000米嘅一級賽又輸俾同一匹馬，而且係輸5.3個馬位嘅。而原來呢一匹咧可以贏到瑞勝人生成5.3個馬位嘅巴西馬王級嘅馬咧，亦都俾香港馬主買咗咯。大家估唔估到係邊個馬主？冇錯啦，就係余氏家族神駒系嘅馬主。咁大家又估下與白將匹馬擺咗喺邊個練馬師度呢？係當紅嘅練馬師廖康明啊！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呢？原來今年2025年呢，好多從啲南美洲啊、南非啊買翻嚟嗰啲朱瘟馬呢，都星光熠熠匯聚喺呢個廖康明馬房喎。包括神駒系都擺咗4匹喺嗰度啦，然後跑得係有2匹，另外仲有1匹未命名嘅。咁個原因呢，可能都同2024年愛心神駒拉倉事件有關嘅。事關嗰陣時，余氏家族咧就從阿根廷買咗愛心神駒上去參與2024年嘅打比嘅，但係可能匹馬適應都冇咁快，或者係黎超星嗰啲手法啦，咁就總之就趕唔切個打比。結果咧就馬主拉倉就去咗廖康明嗰度咧，咁除晒啲配備咧，咁嗰匹馬咧透咗暑之後一出即勝啦。咁當然可能都係匹馬有透暑之後又成長咗多啲時間適應啦，但係總之咧，咁廖康明就得到咗神駒系馬主嘅呢個信任。咁講完啲八卦，言歸正傳，究竟呢一匹可以贏到瑞勝人生成5個幾馬位嘅神駒系新貴係邊個呢？佢叫做智勝神駒 Winfield。咁根據馬會嘅網站咧，佢喺今年2025年2月22號咧已經到咗香港噶啦，比瑞勝人生仲早2個月。但係佢至今已經9個月啦，咁依家11月，佢仲未出賽嘅。咁睇翻馬會嘅記錄咧，佢就係到咗香港3個月嗰陣時，5月14號咧由前球節受傷嘅，接住1個禮拜之後，佢就接受咗閹割嘅手術。咁再睇翻佢嘅晨操記錄咧，咁閹割完10日，即係5月30號咧，佢又出翻嚟快度咯。咁即係相信佢嗰個由前球節嗰個傷勢應該唔會好嚴重。接住咧，佢就翻咗去從化，從6月一路到7月尾咧喺從化唞暑，之後咧就8月就翻沙田開始慢慢開操啦。咁就未見到佢試習嘅，但係咧嗰啲操就越嚟越辣噶啦。咁喺11月嗰陣時咧都有試唔同嘅配備俾佢，譬如喺11月14號嗰個全天候沙地快操嘅時候咧，佢就要戴膠叉皮箍同埋個頭罩，但係到咗11月17號快操個草閘咧，佢又除咗個頭罩。睇翻佢喺巴西贏嗰1級賽嘅時候呢，佢係有戴頭罩嘅，應該都有個交叉鼻箍。咁就睇呢啲配備，可能匹馬呢都會比瑞勝人生係稍微有少少急嗰種。再睇翻佢啲晨操片呢，佢啲步呢真係開得好開揚，同埋呢步頻又好快喎，所以做出嚟啲時間呢，好似呢一段草閘最末段係21個半喎，好似真跑咁樣，可能有啲急啦佢。咁我相信呢匹智勝神駒呢，如果可以適應到香港啊，同埋調教得好個姜口呢，都真係一匹非常之犀利噶嘛。因為佢除咗長力有證明之外呢，佢仲有速度。所以前邊都提過，佢有個1600米嘅朱瘟呢，都贏瑞勝人生成3個幾馬位嘅。1600米通常都需要啲速度噶嘛。咁有前速嘅好處呢，就係佢可以擺喺前邊呢，有時候大賽就唔會出意外，唔會塞車嘛。好似呢一場朱灣呢，聖保羅馬會杯呢，2000米，咁佢就係一出閘呢已經喺前邊，大概都有1-2個馬位領先嘅，一路帶到最後入彎，再越拉越遠喎，即係佢冇斷喎。
咁我會將呢個賽事嘅片咧擺喺下邊 comment 嗰度，大家可以睇翻啦。咁呢場係3歲馬嚟嘅啫，咁佢做出嚟嘅時間呢，當時係軟地喎，個場地話佢係做到2000米跑1分57秒幾。而喺1個月前嗰場1600米嘅 G1，即係佢贏瑞聖忍生3點幾個馬位嗰場呢，咁係好地至軟地，佢都跑到時間係1分31秒96噶。我就唔清楚巴西啲好地啊軟地啲指數同香港係咪一樣，但係佢跑到呢個時間都係好勁噶啦。當然我淨係覺得佢舊年2024年先3歲，但係都跑成8場，包括2場1級賽啦，都用得幾多下，咁希望佢冇跑傷啦。咁期待廖康明可以將呢匹好有潛力嘅馬咧養好同埋調教好啦。如果匹馬真係適應到香港，又可以發揮出佢真正嘅水準呢，咁佢幫練者贏翻2026年嘅打比都唔係完全冇可能嘅。咁大家都知上年咧廖康明就係憑足遠爭少少就攞到打比噶啦。不過咧依家喺晨操紀錄度就暫時未睇到潘一哥擒上去呢匹馬喎，霍宏星亦都未試過。咁我覺得原因咧未必係呢2位騎師睇唔上呢匹馬，而係廖康明好小心好重視。佢唔想咁快去應承邊一個騎呢一匹馬，相信呢匹馬喺佢心目中咧，可能都係打比嘅要將嚟嘅。咁2026年嘅香港打比，大家又對邊一匹4歲馬有期待呢？我原本咧最中意係燈膽將軍，可惜佢就受咗傷，一定會錯過呢一次打比噶啦。所以我而家嘅期待咧就擺咗喺至聖神區啦、瑞聖人生同埋呢個美麗星辰嗰度噶啦，唔知大家又中意邊一匹呢？歡迎大家喺下邊留言分享自己睇法嘅，多謝收睇。